出水个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文说义。国情啊咧讲三国，讲古有讲布袋戏，做歌戏有搬，连台语歌都有唱。无毋对，我要介绍，就是作词作曲家陈和平老师所写一条对伊笑甲清。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8千拢有歌词，一句一拍四句连。啊，一两三讲过了，刷落去，你斟酌听我讲四五六，灵感发挥了真好。讲就是陈和平老师的歌词写讲四书五经读有透，天文地理拢会晓。虽然秋如伊真熬，拄着孔明变无效。确实，人讲一山另有一山高，无毋对。三国精彩就是孔明伫咧气周瑜，毋则歌词安尼伫咧写，国情原来家己有编一拍四句连来甲伊对答。我讲周郎妙计安天下，盖世闻名军事家。对战孔明即兵马，人外有人无情差啊！确实，三国这部真精彩，毋过还佫较精彩，佫较精彩就是五，你讲五关六将。交过刀，义薄分天世间无，千里保守找大哥。关公人人拢学了，咱知影讲曹操对关公是上马金落马银，三日小宴五日咧大宴，安尼伫咧甲关公保守。毋过伊永远对大哥就是效忠，毋则曹操送箭炮互关羽，关羽甲枪内底。老毕送伊迄领旧箭炮，甲穿外口，曹操搁甲笑，讲哪有人新衫甲穿内底，旧衫甲穿外口？关公则甲对答，讲丞相，请你听我禀，迎新起旧是小人，我将旧炮穿顶面，就是代念大哥的旧因。啊，搁来，换来讲六，讲掠出岐山拖老命，孔明用计献空城，为着自己的国家。什么艰苦也唔惊，无毋对。三国伫咧对战，咱咧看精彩就是孔明东吴周瑜来一摆，伊甲起一摆，三气周瑜。甲佮讲目睭已经用要刻落去的时阵，佮咧安排迄个过程，互外人会惊，唔敢来扰乱。孔明真正为着家己的国家，掠出岐山，伫咧拖老命。陈和平老师的歌词还佫有哦，还佫有7、8、9、10继续刷落去哦。国情啊，邀请你。三国演义歌词，咱听，咱的体会内底的精彩，一定解文说理，逐工甲看好食。